我是阿高，就爱困的呢。居然抓他们来家啊！宾馆敢若真热闹呢，去看卖。哇！真济苍头，这是苍头山。哇！是安怎要插架呢？我知，这应该是山啊。哇，足香的！哇，真济人，足济车呢！哇！我有票。土地公你好，你的宝贝，我乖乖甲读册，逐工都有好食的物件通好食哦。哇，这啥物拢有呢？姐姐你好，你好，这罐35块，好，多谢。免客气。哦，这个车竟然拢会当你先来走呢？一台、两台，足侪台呢。咱各位驾车注意吼，咱伫1区5条龙华电梯口吼，咱这红姜、红菜、高丽菜、山顶的贝栗啊，现在开始拍卖。咱各位驾吼，咱伫1区5条。伊咧讲拍卖，拍卖到底是啥物哈？咱做伙来看卖，拍卖伫倒位？拍3年来，拍3年来，3个来，拍3年来，拍2。哦，伊安尼都是咧拍卖哦。杀来哦，来杀来，拍杀来哦，拍杀来哦。进来哦，来0998啊，过来。恁看起来，亲像伫耍电动呢。天光仔呢？今仔日真趣味，我上喜欢迄粒苍头山，你上喜欢啥物？后摆我嘛要带阿爸阿母来遮买菜。毋过我即马就爱困的呢，我要先转去困啦。大家晚安。也是够早哈。我唔知啦。大家再会。